Jordan，咁今日好快同大家報告下今日嘅地產嘅新動向啊，新消息。OK，嗱，咁今日會講一講幾個屋苑嘅報價嘅。咁第一個就兆麟苑啦，跟住就係呢一個翠明花園，係啦。咁第三個咧就都係附近嘅，叫做幸福花園。OK。嗱，咁呢三個地方咧，其實好得意嘅。最主要嗰個交通就係巴士同埋輕鐵來往翻市中心。咁但係最特別嘅地方都係佢嘅巴士站，係啦。咁基本上去邊度都得，包括去機場啊。而去機場嚟講咧，佢有兩條巴士線嘅啊，一條咧就 A33去機場，另外一條咧就 E33咁去維修站嗰邊。咁所以傳統嚟講咧，呢幾個屋苑咧都係有好多一啲所謂機組人員去租嘅。OK， 嗱咁會講翻呢個報價。咁首先講一講報價之前咧，就有一個筍盤報俾大家。咁小弟尋日就開咗個即係放賣車位嘅放盤，係啦。咁唔需要8字頭 ，OK， 咁都算順㗎。因為屯門啲車位嚟講咧，基本上一般都係大概80零去到90零萬都有嘅，係啦。咁所以今次就唔需要80，係啦。咁基本上好快會走得到㗎啦呢個車位，係啦。咁嚟自兆麟嘅，係啦，兆麟一個2樓嘅車位，咁你有興趣可以揾我。OK， 好，咁事不宜遲，咁報一報盤，係啦。咁兆麟苑先啦，兆麟苑就都係傳統嘅居屋啦，嚇。咁先講租先，現時兆麟苑係冇租盤嘅 ，OK， 係啦。不過都有一個叫做全屋苑最平，但係只能夠租俾綠表人士，係啦。咁大概係9000蚊月租，係啦，一個啫。咁但係呢個單位同時都放埋嘅，咁有樓梯 ，OK。好，跟住再睇一睇呢一個嘅放賣價。現時兆麟苑咧就最平嗰個單位，咁亦都係空宅嚟嘅，都講一講啦。咁大概310萬，係啦，有鎖匙，不過都幾空嘅 ，OK。咁詳細唔多講啦嚇。310萬就買到兩房單位401尺，係啦。咁大概7000零蚊尺啦 ，OK。好，咁正常價2房單位401尺，兆麟苑係做緊340萬 ，OK。咁綠表價咧就275萬，都算筍啦。因為綠表價其實如果你話大尺數嘅居屋屋苑嚟講咧，好多時都 over 300萬嘅啦。咁好似譬如附近嘅屯門碼頭區嘅悅湖山莊，咁其實你依家都見唔到有300萬以下或以下嘅二手居屋賣嘅咯 ，OK。好，咁記住喎兆麟苑401尺2房就係275萬綠表價，或者私人市場價就340萬 ，OK。好，跟住下一個咧就都想講就係呢一個嘅3房單位啦。3房單位咧，兆麟苑有分兩隻積嘅，第一個咧就係554尺。3房單位，第二咧就係645尺 ，OK。好啦，咁首先講一講554尺嘅3房單位咧，其實而家做緊兆麟苑啦，係做緊500萬嘅放賣價，係啦，500萬9000蚊尺做緊啦，係啦，可以約睇。OK， 咁跟住到呢一個645尺嘅3房單位，講緊就580萬啦，係啦，580萬。好，今日兆麟苑講完，咁再重申多次啦，有個兆麟苑嘅車位，唔需要80萬，係啦，有興趣聯絡我。好，跟住下一個屋苑就係講一個幸福花園。咁幸福同兆麟就一條馬路之隔嘅啫，係啦。咁但係幸福就係私樓嚟嘅，咁有部分單位都擁有無敵海景嘅，係啦。咁所以都係傳統嚟講都算係一個幾優質嘅屋苑，係啦。咁亦都有自己嘅會所添嘅，有泳池嘅，係啦。好，咁首先講一講佢嘅租盤先，係啦。
咁而家幸福最平2房單位得一個啫，係咯。咁啊講緊大概咧就係13,000蚊左右，係咯，13,000蚊有鎖匙嘅，係咯。咁大概437尺兩房 ，OK。好，跟住咧就已經係到3房啦，即係換言之，其實幸福得翻一個係2房單位 ，OK。好，跟住3房最平就係14,000蚊租，係啦，月租14,000蚊，咁啊529尺3房，3房一次啊，嚇 ，OK。好，跟住再睇下呢一個嘅售價，幸福最平嗰個貨賣價而家係講緊2房437尺，350萬咯，350萬8,000蚊尺咗緊咯，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呢個低層嘅，係簡單啲嘢乜勁都冇，係低層。咁但係勝在又平咯，350萬買到個2房。好，跟住咧就睇3房啦。咁啊3房咧一樣講少少空宅啦，係啦，最平3房529尺，做緊貨賣緊420萬，420萬啊，係啦。不過呢個就空宅，係啦。好，跟住下一個都係3房正常嘅，係啦。咁啊講緊437尺，係啦。不過啲係劏3房。即係間咗3間房，咁啊講緊438萬，OK。好啦，今日正常原則3房係講緊529尺啦，係啦，貨賣價450萬，8,500蚊尺啦，比頭先個兆麟苑就貴少少啦，因為始終佢係私樓同埋部分有海景。OK， 好，跟住就仲有個大積啲嘅，就係624尺，係咯，624尺嘅3房單位，講緊係3房一套啦，幸福花園貨賣價580萬，OK。好，咁啊幸福就講完，跟住下個屋苑咧，最後一個屋苑就講翠玲。咁翠玲就傳統居屋啦，咁值得一提佢係將來都係算係近嚟緊16區西鐵站嘅一個屋苑，佢唔係最近嗰個屋苑喎，但係佢算係邊緣行到過去嘅，可能係大概行7分鐘咁樣，係咯。咁當然亦都可以搭呢個輕鐵一個站就到咁樣。OK，咁佢翠玲嘅居屋啦，咁間隔大嘅。咁變咗咧，基本上咧就係、可以炒得起喎，有機會將來。好，咁首先睇下租盤先。租盤咧就冇啊，係啦，現時翠玲係冇租盤。OK。好，跟住再睇呢一個嘅買賣盤。最平嗰個單位咧就冇咗啦，早排就賣368萬，係啦，不過就一放出嚟幾日就走咗，咁而家最平2房翠玲就係都要380萬啦，430尺2房380萬。好，跟住咧下一個咧就係講緊3房單位，係啦，最平嘅3房翠玲，而家講緊要540萬，不過就大小尺數592尺，不過講緊都9,100蚊尺，係啦，9,100蚊尺。好，今日講完，唔該晒。